ARM Arm Channel 成立於2013年嘅網絡媒體，記得唔係電台嚟㗎。2016年開始踏入導入期，以製作處境短片為主。2018年進入成長期，訂閱數急速上升至10萬。幕前班底開始承認。你認識Arm Channel 裏邊有啲咩人啊？霍哥哥係咪你哋啊？霍哥、霍哥、Doris 同埋肥仔同埋你咯，唔係咩？唔係咩？答錯啦！請呢位小鄭 IG 鋪翻正確答案，並睇翻我哋 official_MayNU2021。正確嚟講，Arm Channel 過往嘅骨幹成員包括混血肥仔、蝦條哥、千惠子、米路迪、鄧博軒、阿蘇同埋陳麗佑。當然唔少得就有兩大人氣成員阿志同 Jackie。其作品主要包括咁佢就有拍一啲嘅微電影啊，一啲嘅搞笑嘅短劇啊、綜藝節目咁樣。不知不覺間已經發展到第8個年頭，頻道以成人向為主，業務擴展到網購同賭波。最多人關心佢哋嘅問題莫過於係蝦條哥同米路迪有冇做過愛？咁都仲要問嘅？最多人關心嘅問題當然就係Arm Channel係咪即將要收皮啦？收皮啦！邊有啊？你唔好喺度發放假新聞喎！大個 channel 咪仲健在？我見你哋 office 都靚啦，冇人嘅，不過星期六又冇人翻工咁，肥仔又走埋啦。吓？即係假戲真做？唔係講緊蝦米 CP 啊，講緊肥仔啊！2021年初開拍羅有去英國系列，探討有關移民英國嘅港人故事，似乎係為離開馬哈福先。唔係啊，不如你同你老細講唔好去英國啦。孖伯粉絲團為咗 Jackie 留低當然唔係問題，問題係肥仔已經成家立室，因家庭因素而離開，亦係人之常情。出面風大雨大，留翻喺度啦。大風大浪是大海，有哭有笑係人生。為咗小朋友着想，肥仔8月嘅時候就決定辭任老闆職位，正式離開Arm Channel，舉家投入炸魚薯條嘅懷抱，淪為建制口中低賤嘅二等公民。今日係我 last day 啦，咁多位，江湖見。連老闆都走埋，Arm Channel 仲唔係收皮？點估到經濟學家徐家健喺呢個時候就成為咗Arm Channel 嘅白馬王子，全數收購Arm Channel 股份，財經佬正式取代混血肥佬，成為Arm Channel 嘅新老闆。佢就係我哋嘅新目標。金融才俊嚟嘅喎。唔好開心得咁早住，Arm Channel 一直同香港人風雨同路，真正同聲同氣Arm Channel，但係財經佬嘅背景誠意，令一眾粉絲開始擔心佢會唔會係亞修羅男爵呢？咁如果冇將來，我哋仲點行落去啊？Arm Channel 會唔會從此唔Arm Channel，連片尾嘅米媽招牌動作都冇咗？阿柱又會唔會由講波變咗講經呢？財經啊！但係頂啲嚟，我點都會陪住你嘛。財經佬就向大家派定心丸，直言會尊重佢哋嘅創作自由，強調絕對會跟翻之前嘅風格。觀眾可以從Arm Channel近期嘅貼文或者影片之中睇到，其製作風格未有改變，能夠印證佢講嘅創作方針唔會變。即係嗱，表面正宮咧係嘅，實際上咧，實際上睇定啲。人留唔低，至少都留低作品。混血肥仔以微電影臨別秋波作為道別作。你有一個新訊息，唔通係來自舊公司嘅感謝信？寫咩嘅獎卡？唔知啊，你自己睇下。頂你個肺啊！律師信，我就揾律師告你哋，即刻同我躝啊！拍，仲拍咩拍？俾自己一手一腳建立嘅公司告翻轉頭，唔止係肥仔，就連觀眾都拗晒頭。外界估計可能係由於演員嘅合約問題，肥仔繼續用舊員工出演微電影，有可能觸及到條款問題。喺得到台前幕後嘅支持下，肥仔堅持如常出片。又或者呢個大環境唔容許啦。咁你都繼續向前行㗎。臨別秋波最終成功上映，針對肥仔嘅法律行動似乎冇進一步發展，告別式算得上係最後冇事，為肥仔喺Arm Channel嘅生涯畫上完美嘅句號。拜拜。唔好講拜拜，講再見。再見。成件事搞到咁難睇，對Arm Channel嚟講都算係幾諷刺。Arm Channel 過往善於網絡宣傳，冇理由唔清楚肥仔喺觀眾心目中嘅地位。就算新老闆再唔妥肥仔都好，或者肥仔真係有違條款都好，法規不外乎人情。新老闆理應順水推舟賣個人情俾肥仔，答謝肥仔為 Channel 多年嚟嘅付出，做好門面公關，釋除觀眾對新舊老闆交替嘅疑慮。咁做先係符合Arm Channel一如以往強調人情味嘅風格。相反，用律師信作為對肥仔嘅訣別禮物，可以話係最反智嘅公關處理。難怪有粉絲會擔心Arm Channel嘅人情味不再。唔好懶係企喺道德高地得唔得啊？呢個 channel 已經唔好睇㗎啦，你仲要喺度扮乜嘢啫？我就睇呢個 channel 幾時收皮，Arm要大啦！哈叔你咁直接得唔得㗎？話晒Arm Channel都係以影片製作起家，其中微電影嘅水準仲要唔差，以畫面精美而聞名。互動式微電影更俾觀眾有權選擇故事嘅走向，有一種睇選擇叢書嘅味道。其微電影作品喺香港 YouTube 絕對稱得上為首屈一指。好多波喺入邊。香港出名冇波，但係喺Arm Channel 鏡頭下嘅香港就充斥住各式各樣嘅波波，淺景深嗰啲波波啊，唔係你以為邊啲波波啊？我哋係鹹濕，但我哋唔係淫賤啊！喺Arm Channel 眼下嘅香港就好似翻到去舊時港產片嘅香港一樣，五光十色，有一種獨特嘅朦朧美感。咁靚嘅你拍嘢拍得，業餘玩下咋，唔好俾高帽我戴啦。
業餘你都拍到咁靚，你玩我啊？扮咩啊，蝦條哥？喺幕前做主角又得，喺幕後做攝影人又得。你知嘢出名勁噶嘛？支鏡啊！微電影中嘅構圖、分鏡、運鏡，稱得上係水準之上。將微電影包裝到唔打得都睇得。當然亦要歸功於 Ben 姐、762等嘅幕後。我哋呢 team 個個都精英嚟噶嘛，公司冇咗我哋點得啊 ？Exactly。特別係啱 channel 色魔啊，調色之鬼 TC666啊，認住呢條鹹濕佬啊，黐線㗎，可以將爛溶溶嘅東涌碼頭調到好似仙境咁，就好似睇完幻愛你都唔相信屯門原來係可以咁靚嘅一樣。識睇喎。不過畫面再靚都好，始終都遮唔到幾個核心問題。第一係演技問題，冇表情反應，成日木口木面，演員演技未如理想，成為咗啱 channel 經常被批評嘅問題之一。肥仔、蝦條等人始終由幕後走到幕前，冇經過正式嘅演藝訓練，觀眾未必會滿意佢哋嘅演出。有冇人同你講呢？你做戲好屎啊！初出茅廬嘅時候，一眾幕前嘅演技確實較為生硬。隨住出演嘅次數增加，由初連魚竿都未識揸，到初嘗釣到魚仔，邊學邊做，幕前嘅演技唔多唔少都有所進步，偶像包袱亦逐漸放低。你嘅演技又進步咗好多喎。幕前嘅演技雖然被指係有限公司，奇怪就係唔同嘅幕前組合，反而就爆出無限嘅化學作用，造就到唔少引人注目嘅熒幕情侶。蝦米 CP、蝦叔 K 姐、肥仔同 Jackie 組合嘅互動自然，令觀眾更加容易代入故事。唔講唔知，仲以為假戲真做。食咗公司啲 KOL 嘛啲人，我唔會問呢啲咁無聊嘅問題嘅，太無聊嘅呢啲問題。食家有食啦，黐線！問你做乜啦？問你做乜？點會冇食啊？點解冇食啊？就算熒幕情侶再好睇，始終避唔過影片題材單一嘅問題。啱 channel 嘅風格，兩個字就講晒：返工。咁咪好咯，香港人熱愛返工，冇錯。以成人為目標觀眾，講翻同佢哋相關嘅事，的確係可以引起觀眾嘅共鳴。但係呢一度所謂嘅返工，唔單止係字面上嘅意思，反而係想強調嗰一種作業感。影片題材重重複複，無論係微電影或者短劇都好，大多都係以愛情為題，只係有個別影片肯嘗試其他題材。影片內容走唔出情情塔塔4個字，翻緊工情情塔塔，放咗工又情情塔塔，冇營養又唔搞笑，一日到黑淨係識講情情塔塔嘢卡靚女吊命嘅垃圾 channel， 好應該收皮。製作組嘅工作態度就好似返工一樣，俾人一種為做而做、得過且過、交功課嘅感覺。諗唔到就唔好夾硬出片啦，好嘛？咁又唔得，唔出片點樣出糧啊，大佬？就算微電影拍得再好都好，都冇可能一個星期有一條質素保證嘅作品出街。度橋製作需時，除非製作組唔介意短幾年命啦。何況喺 YouTube 嘅速食文化底下，如果唔恆常出片，變相就係減低競爭力。最重要話明係啱 channel，就梗係要同香港人啱 channel。題材唔圍繞住香港人嘅日常，唔通拍火星人嘅日常俾你睇咩？而愛情片無可否認係最扣人心弦。不想結婚的男人、10年戀是飛鵝山、請勿超越黃線，表面上都係講緊愛情，但係探討嘅主題就截然不同。愛情嘅瓶頸、抉擇、誘惑。呢啲故事內容雖然冇令人絞盡腦汁嘅劇情，平鋪直敘嘅背後，正正反映住生活嘅寫實感。仔細觀察，你仲會發現呢幾套微電影其實係發生喺相同嘅時空，就好似漫威嘅電影宇宙一樣。唔同嘅作品組合成為啱 channel 獨有嘅微電影宇宙，每日上映，正正就係代表住香港每日發生嘅感情故事。其實呢啲基本嘢嚟嘅啫，點解而家先知嘅？題材平庸，唯有靠做靚嘅畫面彌補。啱 channel 嘅微電影擅長用畫面講故事，以10年戀是飛鵝山呢一幕為例，成幕一句對白都冇，劇情講到 Jackie 發現肥仔同前度藕斷絲連，兩人於車內無言以對，汽車象徵住兩人當前嘅感情困局。肥仔喺主教位置，代表主導晒整個困局嘅走向 ；Jackie 喺副駕上，只可以無奈等待肥仔作出決定。兩人嘅實際距離相近，但係心靈距離就好似爭成個大西洋咁遠。Jackie 拎起雪糕，如常做出佢同肥仔獨有嘅情侶互動，邊食雪糕邊同肥仔傾偈，嗰種感覺係 Jackie 喺呢段關係入面最中意嘅。但係如今眼前嘅肥仔卻一言不發 ，Jackie 再感受唔到昔日嘅情感，感覺頓然變得陌生，或者連佢都感受到肥仔已經變咗心，雙眼冇辦法再框住佢人嘅淚水。肥仔嘅袖手旁觀令 Jackie 委屈到極點，最終 Jackie 只好奪門而出，拍門嘅力度反映住 Jackie 嘅憤怒同埋決斷，用遠鏡交代 Jackie 報怨，肥仔依然無動於衷，放任 Jackie 離開，套上第一視角遠望 Jackie 嘅背影，交代肥仔依然被情感困境框住，畫面嘅情節交代勝過千言萬語。相信上述嘅情節，你問10個男人，第11個都會招架唔住。頭先套戲幾好睇啊，再好睇嘅戲都有落幕嘅時候，啱 channel 主打嘅微電影製作，大多都係由混血肥仔主導。肥仔嘅離開，啱 channel 往後嘅微電影製作一定有所影響。最能夠吸引觀眾眼球嘅主力作品出現問題，呢個或者先係導致一個 channel 收皮最致命嘅原因。我再唔睇呢個頻道，佢哋收皮㗎啦。啱 channel 被傳收皮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。由2020年開始，有觀眾就知啱 channel 嘅影片質素下降，被其他 channel 追上，直播或者綜藝上嘅表現都玩得唔夠放，加上影片題材重複，令觀眾開始出現審美疲勞嘅情況。係因為真係我哋嘅質素下降咗啊，定係
觀眾體驗咗我哋嘅嘢咧？我覺得兩款都有啊。與此同時，唔同嘅公關事件接連爆發，先有性騷擾事件，有幕後成員爆出曾經被同事性騷擾，最後公司要出面調停事件，禍不單行。之後再發生陳麗柔事件，當時嘅幕前成員柔柔同阿呆感情不歡而散，後來女方指與男方喺公司發生肢體碰撞，引來外界譁然。經過外界一番揣測同分析後，發現當中嘅感情問題疑似係案中案，指女方有派母之嫌，成為咗自己口中嘅臭雞一名。最後公司再次介入事件，向外界致歉，記得部隊亦還阿呆一個公道。經過調查後，冇進一步起訴任何人。有趣嘅係，當時女方嘅男朋友銀河佬，事隔咁耐依然咬住混血肥仔唔放。其實咧，你覺唔覺得自己好戇鳩嘅啫？你講咩啊？呢一啲公關事件唔多唔少影響到啱 channel 嘅形象，以為喺戲中先發生嘅鬼圈爭亂情況，原來佢哋現實之中都上映緊。不過對啱 channel 最命中要害嘅，莫過於係廣告大減。佢開呢間公司嘅時候，其中一個願望就可以唔使揞住良心做廣告。過往啱 channel 時常同唔同嘅藝人或者品牌合作，可惜社會運動過後，加上疫情夾擊，啱 channel 失去咗大部分嘅廣告合作。原來咁大鑊㗎！呢個客養咗我哋半間公司㗎喎。啱 channel 始終係一間公司，有成班員工要養，迫於無奈底下決定發展網購服務。一方面係開源，另一方面亦係幫助本地嘅小商戶推廣品牌，利用佢哋自家製作嘅短片幫手宣傳合作夥伴嘅商品。而觀眾群以成人為主，亦代表住佢哋有一定程度嘅購買力。所以啱 channel 用呢一個方法救亡，可以話係相當合理。人生就係咁奇怪，上一秒你仲喺度苦惱緊，下一秒要點做，但係下一秒原來你嘅選擇又唔同咗，可能做人就只能夠做好面前嗰一秒。不過收入大減，投放喺製作嘅費用自然就會受到影響。製作再喺創作嘅時候，可能會因為資源有限而傾向保守，寧願製作有收視保證嘅作品或者低成本嘅作品，降低嘗試新題材嘅意欲，或者會放棄有風險嘅大型製作。一間公司或者一個人總會有難關嘅，即係你捱得過嘅，咁你就應該喺呢個市場度生存咯。係，如果你捱唔過嘅，其實會唔會本身係有個問題咧？即係或者係可能係個市場就要淘汰你啦。係啦。被問收皮問得多，啱 channel 決定重整旗鼓，重行星期1至5每日出片嘅政策。單純以觀看次數作為準則嘅話，新政策似乎未見成效，就連出埋最後嘅王牌 RG 都未能夠力挽狂瀾。如果你幫我嘅話，上床。面對啱 channel 嘅困局，可能連幫文女神都愛莫能助，何況係一班有心無力嘅觀眾呢？繼混血肥仔離開之後，連 Jackie 都成為咗神隱少女，有觀眾更呼籲其他成員盡早跳船。個 channel 咧越嚟越霉啦，你有冇咩方法咧可以將我哋起死回生、妙手回春啊？無論係出片形式或者綜藝片，都未必係啱 channel 嘅夠藥，反而啱 channel 應該掌握自己嘅特點，認清自身嘅強項，落手做好微電影，專注改善過往劇本鋪排題材嘅不足，將台前幕後應有嘅實力展示出嚟。咁嗰啲嘢我做唔到，係揾人做咯。冇咗混血肥仔做編導，仲有 Ben 姐啊嘛。Ben 姐過往嘅作品都頗受觀眾歡迎，所以啱 channel 係依然有拍微電影嘅實力。最重要係俾觀眾睇到佢哋依然有垂死不屈嘅決心。唔好忘記觀眾最初點解中意啱 channel 嘅原因。你知道自己啲乜嘢係最 powerful 嘅，最有 productivity 嘅呢啲嘢咧，就係你拎住呢把劍一路去打仗嘅武器嚟㗎啦。而你唔紅嘅時候，可能都係靠呢把劍咧，去令到你生存到落嚟。隨住 YouTube 力推 YouTube 短，呢個或者係啱 channel 其中一個可以搶攻嘅板塊。要知道啱 channel 喺開台之初，亦有嘗試拍攝同類型嘅1分鐘短片。呢個短片嘅製作成本低，對劇本同演技嘅需求一般。最重要係喺短時間內命中咗觀眾嘅笑點。呢個或者係啱 channel 可以發展嘅其中一個方向。啱 channel 能唔能夠逃過收皮嘅命運，就要睇佢哋能唔能夠成功改變。佢哋係因為改變先至有希望，而唔係因為見到希望先去改變。其實觀眾咁關心啱 channel 收唔收皮，與其有人話睇人撲街最開心，更多嘅應該係真誠嘅擔心。因為發展咗咁耐嘅 channel，同時係一個堅持與香港人同行嘅 channel。眼見其他製作團隊發展到有聲有色，粉絲難免會為啱 channel 感到恨鐵不成鋼。明明有能力製作出有水準嘅作品，台前幕後嘅合作又有默契。咁你一班人全部人氣場都好，咁咪多人中意睇咯。但發展偏偏走向下坡，每況愈下，就好似望住一個病入膏肓嘅重症病人慢慢逝去一樣。束手無策嘅觀眾難免會感到惋惜。粉絲同啱 channel 嘅關係就好似一對拍咗好耐拖嘅情侶 ，channel 冇變，但係觀眾嘅追求有變。可惜 channel 嘅進步達唔到觀眾嘅要求。你話原來人生去到某個階段就會唔識得選擇。我想問你，我真係想問你，你係唔識啊，定係唔敢去選擇啊？啱 channel 嘅班底四散，臨別秋波成為咗佢哋呢個班底最後嘅告別作。一個 channel 最重要嘅資產係咩啊？係人，無論個人身在何處，最重要係信念不變。肥仔、蝦條哥嘅個人頻道依然保持發展，繼續延續佢哋嘅創作初心。好老土咁講，我哋每一個人就係啱 channel 咯。啱 channel 就好似彷彿香港嘅縮影，人去樓空，群龍無首，旁人無力改變，一係選擇離開，一係只能夠無奈面對。咁靚嘅嘢，一
冇晒，真係有啲唔抵。咁今集就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次再見。